我觉得现在应该好了吧？OK，我们刚才从这里说啊，嗯，刚卡就好了。OK，我们刚从这里说，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在这样一个局面当中，我觉得卡尔兹非常的强嘛，他可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判断到了这个局面，尤其是这一步 C7果断的下压，然后王 E5这样的王的一个错位啊，我觉得下的非常的好。那么错位完之后，然后紧接着 H5一冲，然后 H6一冲向 D5。你说这个局面它需不需要走向 D5呢？我觉得真的很难讲，对吧？那在这里它可不可以直接，比如说最笨的就吃掉，然后接着王 C7，对吗？然后他比如说再走王 E5贴一下，一走这个再走王 F6，可不可以？可能也可以，对吧？但是他先走了王向 D5，就是顶尖棋手在能占便宜的时候都会去占个便宜，这个局面占便宜这又不难算，对不对？那紧接着像 H7时候，他向一次再回来，对吧？然后再回来，然后再去吃掉。当然这个时候他可以走王 F6，对吧？那总体来讲，我觉得这盘棋下的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啊。然后紧接着，我觉得他们可能会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会进入到第二盘。那我们再来会去看一下那个丁连这一盘棋吧。那丁连这一盘棋，其实我就像我说的，对吧？从这个 G4走完，然后黑方估计就没有太多的念想了。黑方可能就觉得，哎，跟丁连合一盘不错，对不对？那么选择了上 C1吃掉，然后后 C4，因为毕竟是一个黑棋，对吧？我刚才跟你们说过了。那么黑棋的话，就是觉得和棋可能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